老父亲偷偷挠儿子的脚底心，小伙回头被吓了一跳。咋了？几点了？补充点能量。小伙知道父亲找他聊天，肯定没有好事。果然，父亲一开口，立马让小伙惊掉了下巴。你大领回来了。小伙听懂了父亲的意思，可他不知道谁是他亲爱的。原来小伙此前给媒婆说他在城里有个前女友，结果今天小伙在情报中心恰好跟一个辫子姑娘拥抱。父亲听到风声后，立马以为那是小伙的前女友。他还听说前女友有钱，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，说你大领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。更夸张的是，有人传辫子姑娘下车需要梯子。小伙听到这些谣言有些无语。不仅如此，还有对辫子姑娘外貌的评价。小伙赶紧解释，那个女孩其实是他的女粉丝。父亲得知搞错了之后，还是没有放弃催婚。他甚至幻想着，要是跟着辫子姑娘去了城里，他嘴笨吵不赢对方的父母。小伙制止了父亲的危险思想，因为他心里已经有